另外來看台南麻豆市市場呢，因為互人判定是危險建築，今仔日是由這地方法院強制執行，加斷水加斷電。真濟反啊看這款景象呢是看到好，認為市政府處理的程序是無解妥當。因為市政府是回應講有爭取1300萬的預算，要互百外檔的頭家會當搬過去附近的市場市場。透早9:50分，台電人員時間一到就把電切掉。台南麻豆市市場變甲暗濛濛，斷水斷電這個行動，嘛宣告76檔歷史的老市場正式結束。透早就有真濟民眾專工來吃美食，要佇斷電之前翕相留念，嘛有做尾30-40檔的販仔，因為斷電當場真濟販仔激動流目屎，因講實在是唔甘離開家。唔知要去倒對啊，找無所在啊，人去足好的啊。迄邊哦，攏無位無早啦吼，所在閣下啦吼。訴求就是講還無嘛，安尼半冬啦，也是迄落2-3個月啊嘛，無要緊啦。真無彩啊，無彩的透較大，人就安尼，咱就若要甩對，咱就對來。市場哪會被關起來？但是經發局講，主要因為這棟建築物更近攏看現現啊。早在2014年，互人評估有安全性問題，為了公共安全停止使用。不過這單完全無法度接受，氣噗噗偏向市府，做假無周全，因認為這比大樓更加勇，地動風台攏佔會條。另外，毛單質疑當初因有交權利金，即馬市府無半項補償，就要強逼搬走，互因真怨嘆。就愛加減啊，講寡錢出來再買，大家攏提錢出來買呢，買權利金的，迄種是公所，啊，毋是阮欠人的水錢，欠人的電錢啊。那我們第三次的公告，的確也是有50幾個攤商的部分來跟我們做一個申請嘛。假如說我們這些協助措施，他們也有些有需求，已經也提供申請進來哦，那讓這個部分進駐茅屋。針對單因的指控，市府強調已經有爭取1300萬的預算，甲附近的市區市場重新徵收，嘛規劃108個單位要互大家搬過去。不過這個單位嘛是攏足無愛，認為新的空間上矮，店面根本無夠本。市府強調會繼續參詳。不過老市場的落尾一天，依然是佇抗議甲唔感覺流目屎來面對這個現實。記者蘇大南採訪報道。